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大師傅裝修公司嚟到元朗嘅彩業庭，呢個單位面積大約係460尺，屋主求成為2房1廳。今次個單位嘅裝修風格係呢個簡約嘅現代風格，我哋希望一種簡約、明亮同埋實用嘅感覺嘅。非常感謝業主信任，送咗係本公司嘅全拆套餐加升級工程。今次嘅工程係包括客廳、房間、廚房、廁所嘅地磚瓷磚更換，新訂做櫥櫃、浴室櫃、鏡櫃、浴屏，仲有包咗全屋嘅家私、水電、清潔費、假天花 LED 燈、全屋嘅房門、大門、全屋嘅油漆，仲有包咗廚房門等等，合共係398000蚊連工包料費。我哋仲有冇其他附加費用以成為本嘅？首先，廚房門方面呢，選用咗深啡色嘅木趟門，而廚房入邊呢，我哋喺兩邊做咗2組嘅櫥櫃，左手邊分別留有咗放雪櫃同埋洗衣機嘅空間，中間呢，選用咗白色嘅雲石石面，配搭黑色嘅雲石紋路嘅木板。然之後嚟到廁所方面，我哋選用咗深啡色嘅掩門嚟做廁所門。廁所我哋今次用咗灰色嚟做主調。咁淋浴空間方面選用咗黑色嘅玻璃浴屏。櫃身方面喺頂部做咗一個2門嘅鏡櫃，而下邊選用咗趟門嘅浴室櫃。嚟到房間方面呢，我係選用咗深啡色嘅掩門。第一間房間入邊呢，我係整咗一個到頂嘅大衣櫃。然之後嚟到第2間房間，房間入邊呢，我係設計咗一個4尺嘅地台床，而窗邊呢都整咗一個儲物櫃嘅，而床側邊嘅位置我係做咗一個衣櫃連書台。嚟到客廳嘅窗台，我係同樣都整咗一個儲物櫃，而窗台旁邊嘅位置呢，就整咗一個電視櫃嘅。喺飯台側邊嘅位置整咗一個餐邊櫃嚟增加儲物空間，而入邊呢，我係設計咗一個收納式嘅餐台。喺大門隔離嘅位置，我係整咗一個鞋櫃。大門呢，我哋選用咗淺啡色嘅顏色。最後成間屋呢，我哋選用咗現代簡約風嘅設計。地板呢，選用咗原木嘅顏色啦，配搭埋家私嘅顏色，希望帶出自然時尚嘅感覺。
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大師傅裝修公司嚟到元朗嘅彩業庭。呢個單位面積大約係460尺，屋主求成為2房1廳。今次個單位嘅裝修風格係呢個簡約嘅現代風格，我哋希望一種簡約、明亮同埋實用嘅感覺嘅。非常感謝業主信任，送咗係本公司嘅全拆套餐加升級工程。今次嘅工程係包括客廳、房間、廚房、廁所嘅地磚瓷磚更換，新訂做櫥櫃、浴室櫃、鏡櫃、浴屏，仲有包括全屋嘅家私、水電、清潔費、假天花 LED 燈、全屋嘅房門、大門、全屋嘅油漆，仲有包咗廚房門等等，合共係398000蚊，連工包料費。我哋仲有冇其他附加費用以成為本嘅？